生态大体浅山生态内嘅守护係台灣一級保育類動物，咩除了雲豹以外，台灣唯一嘅野生貓科動物。雲豹喺野外已經為30年看唔得到嘅，守護嘅處境咩係非常危險。守護因為上個屯貓嘅個上槍，等上會本人檢查，而能夠中意嘅矮山嘅環境，咩係人類嘅活動範圍，故種因為開發，使至到而能古時嘅素材唔完整呢，還有非法嘅鳥而能同夾嘅偷嘅東西也都嘅危害，論嚴重衝擊守護。守護保育遇到過大嘅挑戰，有到國內對守護嘅研究也猛少，我哋係唔清認識而能如何切合的。走的路都不会太杂。他喜欢走还算干净的路，就还蛮好。台南平口台政府资源研究所研究室军堂对到苗栗土小山等10年前开始基础地点研究上浮。三堆，杂杂的地方它不会，它就是会在这种干净的地方排遗。为什么？我们觉得它应该是要标示领域。毛，老鼠的毛。啲守護下接觸嘅素材，逐年夾咗嚟寫經驗錄，上山順路嘅係當日為做嘅工作。抓到動物之後啊，我們就會請獸醫上來，然後幫我們做麻醉的動作。然後麻醉動物之後呢，我們會幫它上發報器。然後順便做一些採血，然後或是採樣。那野放之後呢，就是後續的話就可以做無線電追蹤。守護就按照山鳥、黃鳥、金翅鳥入頭到皮囊嘅就拍攝嘅血，而空後背就拍板，鮮紅就從遠角嗰種嘅奶板。專為當指定同咗溜達都難看到，所以中意輕機散รา閃電。除了研究上浮動應該去每趟，也唔是得讓我看過機。我們在放陷阱籠的時候，捕捉到的才有看過。那甚至做無線電追蹤的時候啊，其實你就知道它很近了，但是你就是看不到它。苗栗倆大伯推中南頭老家而家帶回爬山去，係倆下啲嘅守護出去分布下問題嘅素材。在這種淺山其實還蠻多是森林、草生地，然後農墾地。住家就是很多不同的環境，那一小塊一小塊這樣子。從火焰山以北一直到通霄、後龍、苗栗這一帶，它是屬於苗栗客家人的一個活動的範圍。那實際上，在這種比較郊山的這種區塊啊，像他們在利用土地的方式是比較，但是比較沒有那麼大的一個開發跟破壞，所以它其實保有很多蠻天然、蠻自然的一個環境。你是挑守護的山那度一群，而不是挑出的草把침式，主要是實現全人類掉類倆道，從係改個露出老熱土，配上的多種化嘅淺山環境，就得提供下多嘅食物來源，所以變做守護東後嘅氣體。不過按樣嘅環境，成日老人類發同防衛工作，而為開發氣體破碎，還有啲個老土作嘅危害，都嚴重影響嚟守護。攤在草地上動彈不得，看起來像貓又像小老虎，它就是俗稱山貓的石虎，因為右前腳。今年正月就跳上湖的苗栗山區本地個地上千腳放唔出來，是做得見勢上後，本人發現過後，緊急送到偏口台急救，還係救唔出來。不過兩三時係其中嘅一張地個。有點難走哦。這裡就是那個屍體的地方，對。那他其實他應該是中了捕獸夾之後，他想要掙脫，所以他就隨便到處亂衝這樣子。守護到啲嘅素材順挑出係戒指，下守護做出冇面冇目咧，因為冇下早啲會發現無辜嘅生命付唔出搶救。
现在看到这样会不会很无奈啊？当然很无奈啊！我以前做无线电追踪的个体啊，6只，有5只都是因为人死掉的，只有1只是我不确定。可是呢，我觉得它也很有可能是。因为人数包含了非法打猎、非法抬路、第二个屠杀猎盗，传媒汤对这个杀夫就改某种章验出什么，最初没某超过经验。尤其为到预防改革本地事态，改善顺透还那係最深嘅危險。有差不多2-3米的雷，用来咬死这个顺风啊。其实讲撩的，那真是个一号没有限，你叫佢爬，你有些空的当过，那个空的佢都爬落去的，你没办法那个防范啦。以前呢個條嗱幾月半濕會咬到嚇，佢都呢啲咩？佢都會同喺面嚟作啦。喺面嚟用夾嚟夾撞夾嘅嘛，不錯隻，嚟作。你多人吃就用頭。以前嘅當道街時節，一般人冇嗰種嘅保育概念嘅。但是也講當地講原來殺夫嘅已經列入一級保護嘅動物嘅。我們希望可以建立一個通報系統，然後讓他們通報我們，然後讓我們來幫忙協助處理這件事情。因為要不然的話，這些石虎其實基本上就是死亡，然後這個族群就是這個個體對族群就沒有任何的幫助。會見記錄早期全台灣杜絕殺夫，250半年列走自己保育隊強為切體嘅野生動物。喺宣布切體列為30年過後，殺夫就得講係台灣最每寸嘅咬口動物嘅。不過，國內對殺夫嘅研究是才動少，案例和風產研師基礎差唔多為小時嘅。找什么？没有大便啊？因为临近的地方，它比较喜欢在这边活动，还有他们会有固定的那个排便的地方。60年開始，政府橋喺苗栗山區按嚟自同政策協商機，喺火ram山2種素材，20年來每場協到2種殺夫相片，每均為自行挑選。台灣其他素材就冇殺夫調查，就連傳媒堂未冇法度配出族群數量。對殺夫係挺多嘅問題為解答，不過係講殺夫幾前提，生態內未將為是太平分。很多當地的居民都會跟我說，他們很討厭老鼠，然後很討厭松鼠，因為越來越多。可是其實他們都忘了說，其實就是因為要有石虎或者是猛禽這樣子的，食物鏈上層的這些掠食者來幫忙控制。台灣也係做殺夫研究嘅，除了偏口台，就係南條嘅提升中心，2位數用嘅10條模體氣體，也係多啲腳團體嘅殺夫。提升中心野生動物急救站嘅處置線，對平方南處一條10月份到啲嘅殺夫，佢嘅前轉腳認為初上嚴重，具體咧後轉腳從空沒唔樂觀。那後腳的話，那個時候是已經有點，就是有一面已經黑掉、乾掉，可能是因為他去踢那個獸腳，受傷。他一直在發抖。因為他很緊張，畢竟他是野生。無助度顯示出動不安，無辜嘅容額不應動唔排得，啲處置成嘅照顧下，佢何取嚴重一條命？不過實也冇法度，嗰轉到讓外，享受第三那度表嘅身份。它已經剩下2隻腳，而且它斷的是同邊，所以它很難去站立，我們就沒有辦法幫它野放。
这只个体我们之后会安排到台北市立动物园，然后他会带着他的故事，然后告诉就是知晓国人这个部分，就是说其实石虎面临的野外压力，其实生存压力其实非常的大。第二个係沙虎生存最大型危機，今年同步法修正案通過，具體冇經過種種主管機關許可，就可以就唔得追措販賣、陳列也係輸出業第二個。不過這方面實在當到困難。售假在台灣的使用還是非常嚴重，因為實際上農民跟居民他們很習慣使用這個工具，所以他們家裡還是有很多庫存。像我們巡山員在巡山，他看到售假，但是裡面沒有辦法人贓俱獲。第二個從係體內中威脅咧野生動物，係講到底會比較做啲講係冇可能。因就算係用手腳成為白塊來都當難咧，還是講係動物。这个要是石虎的腿就断了。断的，对对对，实在厉害哦。对，真品动物厉害。这有毛，有没有毛？那个动物的毛，有没有？那个非死即傷啊！雖然無人山管理站等於排煙順路，不過順山站年齡唔多，與社會股為2000公頃嘅山區，東南做下古道。所以喺保育政策下，佢哋認為人歸下處傾界對村民先頭落好高入做起，本財地居民對沙虎做下多嘅認識，了解佢哋嘅困境同危機，改變居民嘅想法。建築部對沙虎做得住，下多嘅包裝讓認同。平時啲學生嘅嗬，啲都是講好奇這位問題嘛。哎呦，你做乜事？叫乜追蹤石虎？哎呦，追蹤石虎，哎，那啲個哦，原來石虎已經瀕臨絕種誒。好，不是要給你追蹤安啲東西，加上漸嘅當中開始啲了解沙虎誒。因為平科大那些老師，他們從外地來，也並沒有辦法嘛，那麼多的時間，甚至於如果有需要的時候，要大量的人力在做調查，那我們這邊社區學會這裡就可以來一起來做協助。棲地的部分，除了環境之外，還有人的態度，是對石虎友善了之後呢，那其實後續的生態研究會事半功倍。苗栗縣自然生態協會未參加嘅沙虎對種計劃，將財田應該力量來保護沙虎，未到讓兄弟擴散出去。連下未當計劃咧，為啲改制虎權，安任長記，成為本介農嘅角色，對受惠者轉變做田收研究嘅調查者。有拍攝到，我們就有一些調查的費用出這樣。那這樣子來講的時候呢，他們也會覺得說，也有實質的一些收穫，那也可以協助嘛，讓石虎的那個生態能夠更清楚。兩下嘅認為環境對沙虎都唔友善，除權資料缺少，數量可能係受到東南配上。提升中心未展開嘅農業後繁殖計劃，希望用下詳細嘅研究資料來支持沙虎保育。我們其實就是想做石虎的域外保育，那因為現在石虎面臨野外就是棲地整個破壞，還有一些受夾或者是人為干擾的一些壓力，所以我們是希望在這種圈養環境，既然這些個體沒有辦法野放的時候，那我們可以這些個體可以扮演怎樣的角色？也許有繁殖出來的個體，我們除了做研究的部分，我們會跟社會上，就例如說跟動物園或者是其他單位有一個合作平台，就是借由這些個體去做一些宣導教育的部分，進而是可以慢慢的大家知道說，它其實跟人這麼接近，那怎麼樣去改善它可以生活的環境？沙虎棲息嘅前山環境，讓人類發同防衛強弱，唔過人類就阿伯嘅佔體沙虎生存嘅權利。唔轉動嘅開發會沙虎棲地冇體，第二個土著嘅使用隨時威脅你沙虎生命。人虎衝突經發生，除為小小嘅沙虎為天上潤薄嘅綠毛，人嘅態度決定沙虎嘅未來。台灣最美嘅鳥科動物，而你係唔係？還保衛係。